开始咯，你就记嘿，有俗有俗有俗，你这个手就好，但是有咱就手起来袂大。你莫来听咧，你带第一只，先来听到到明仔载中到，后来听好，我这较拉意的，特别注意听。咱名叫啥？梦想中的法拉利，哪里听咧嘿？有钱会花叫财产，有钱不花叫遗产。人生最可悲遗存在银行，人在生产。听到了啊？今麦来听第一只，你若变成你听咧爱孙，不会蒙蔽。来听咧，你总不能说让你有个啥呀？18无叫拍卖，还9站无做上卖，下底站底，啊你一只开偌济？50块谁要爱？50块啊，50，讲50就你50啊，50这个传这个站啊，安尼好来听咧。上条有时间，我来讲下，头前以后你哪坐咧？人讲坐咧买上大买，哪咧买上贵贵，我来听好。啊，咱莫讲开50，你袂着死，死到你袂较少啊，3间香蕉贵，咱2到2个，还2个53。讲2甲8啊，过来89，过来78，过来76，上15，啊52，过23，啊82，啊开12，啊你一个要开偌济？我都讲100，我讲是袂够。所以你家人条件咱认出买，也是啊条保证我你做得也是啊买，真好，我讲无做咧。你啊钱啊低调，钱啊在低，钱啊中拍2条。啊！你卖20块、15块、20块、13块嗰啲，即係做大貨，啊，即係大貨，即係我ไม่ส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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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ไม่ส你收10块就10块，啊，你一只偌济？10块啊！我讲问你一摆，一只偌济？10块，拢讲嘛啦，拢讲有啊，也是有啊，啊，安尼好，你个字写出来，你哪个来出第一行？人家最上个优待个小妹，个再拍面，我来讲话，无做成本，睇到没啊？你买来我呢呀？电话是啊，你讲啥？你讲咩啊？上个安排你买个你无呀？上条没时间，你就你来到那里做，了解啦啊？你买来好。很小一个小的，你看你怎么跟小的讲？你说他那个是苦啊，或者是啥的吧？或者啥的，那你。这个一个家庭中间花样。也要检查，把那个脑
八仙的，这神像是八仙，八仙，还有护法圣、太子爷公，八卦那个台上面的神像是太子爷公。我要去前面买。了解了哈。依大白光的比较大，主大前面，注意啊，大家会站对了哈。